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看好好運動哦，又見面了，又嚟做運動咯。我係金明燕老師，羅元婷老師。好，接下來我介紹兩位動講嘅主講老師哦。右邊上嘅係玉婷老師，左數上嘅係靜怡老師。好，然後咧，今日呢我做嘅係椅子嘅運動哦。好，然後呢你去請一隻較穩的一點呢，有呢靠背的椅子。好，不要找折疊椅哦，折疊椅它的腳不太穩。好，做動作的話會QQ 彎會不穩。好，所以呢要請那種有靠背的椅子哦。好，我們找一張椅子，找好了嗎？好，然後呢，運動的時候會流一點點汗，沒關係，那是非常好的。好，準備一個小毛巾，一條洗面拍，流汗的時候就按你搓搓嘞。準備一杯溫開水，隨時可以補充。好，然後呢，第一個動作哦，我哋會做胸口還有側腰的放鬆，來雙手，請你幫我一起舉高。好，握住呢，雙手這樣十指交扣，握住之後呢，來往前放鬆吐掉。好，這個是放鬆你的背部。好，接下來呢，請你到右邊，好，打開你的胸口，右側。好，接下來到你的後方，輕輕的，頭拿勾勾，嘿，看到上面天花板。好，來到左邊了。好，回到前方。收回正面，好，這個是一個環繞的方式，讓你的上半身用不一樣的方式來做一個旋轉，可以嗎？好，再一次哦，我們雙手舉高，來往前吐氣，到右側放鬆，好，盡量的雙手都要伸直哦，按你慢慢按你做的話就某個運動的好效果了哈，好，來往後，再一次往旁邊。再來回到前面，收回中間，好，右邊再來哦，加油，來往前放鬆，慢慢到右側，輕輕到後方，看到手面天花板就坐對了，你坐對的話呢，坐對再往後一點，把你的胸口再打開一點，好，慢慢的到你的左側，好，輕輕的回到前面。再來收回中間，最後一次右邊來咯，吐氣前面，好，到你右邊上，手記得順側咯，不能會打側咯，好，手底呢，再唔會彎腰駝背哦，好，到你的左邊，到前面，數轉來，好，也係右邊的運動哦，好，接下來我們要做左邊咯，一樣雙手一樣往前放鬆，吐氣胸口。到你的左側，從左邊開始繞回來後方，輕輕的到你的右方，再回到你的前面，回到中間，我們還有3次，加油咯！來前吐氣，到左方，到後方，很好，慢慢的配合呼吸，輕輕的到前面，收回來。每一次到收回中間，我們再重新吐氣，再一次前到左，到後，到右，慢慢往前收回，最後一次加油了，前到左邊，到後邊輕輕的，輕輕的做就好了。我們不急，不要緊張，不要做快。慢慢的做，好，有時都手癢癢的嘛，好，不用下來，輕輕的甩一甩，好，也係第一招動作哦，好，第一招動作呢，我讓你師傅呢稍微的向側面，好，讓你的左手呢扳住椅背，好，把你的右腳往後，好，你覺得可以的人呢，把你的腳尖墊起來，對，像熊老師呢，就是內起來。後背咪腳是內起來，我注意哦呀，後背七條啊，做唔得你彎彎，好，也就按你彎起來，你身體的方向就唔對嘅，好，我順出來，打出來，好，
我们要做胸口的展开，来从你这一块脊椎、背部、肩胛骨这一块往上推高，延伸看到天花板，向后一点点，像你的背后像写一个 C 字形的感觉。好，慢慢的往上吸气。好，吐气收回，一样，眼睛看到肚脐，放松你的背部，背像拱门这样子拱起来。好，再一次往上吸高。好，我们慢慢的吐气收回，很好，加油哦！再一次吸高，脚用力往后撑，把你的背后再往上拉。2、3、4。轻轻的吐气，收回的时候，你的脚可以放松。对，很好。最后一次来吸气，脚往后踩，往上拉长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收回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换你的左侧咯。好，换边一样，你的左脚往后拉长，脚尖垫起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把你的右手扶住椅背。好，加油咯！我们一样往上吸，胸口的这一块，肩胛骨这一块，就是你肩膀后面2块，这个集中的这个点就叫做胸口。胸口这一块骨头往上推，好，往上推，再往上推，眼睛看到上方天花板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往上停住，3、2、1，好，慢慢的胸口吐掉，收回来。脚也可以放松回来。好，再一次的往上吸，吸气的手脚往后撑哦，加油，往上吸气，吸气，吸气。好，吐气收回，肚脐要看到，目神要看到两个肚脐哦。好，做的，找力量到哦，往上吸高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舒转来。好，7米1度咯，来了，脚伸出来，目神看到天花板。好，轻轻的不用松下来。好，舒转来到前面。好，也是第2只动作，第3只动作呢，同简单，是按呢，2只握拳头，好，放在你的胸口前方，这样子，1、2、1、2。交换，搞稳，往前绕，做得嘛？好，也是数的动作哦。好，脚轻简单，就安尼，tap，粗点的 tap，安尼，你的脚趾头就唔会按实力。好，你的重心就放在你的臀部后方，香港的仰背囊啊，做唔得安尼慢慢，会打出来。好，粗好了 tap，右脚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，右脚。左脚做得嘛？好，一下输老脚要夹起来哦，安尼。右脚、左脚，右手就配你的右脚往下踩，左手就配你的左脚往下踩，做得嘛？好，来了，右片、左片、右片、左片，加油哦，嘿，就安尼，右片、左片、右片、左片，速度加快一点点。好，来咯，右左。慢慢往上抬高，手往上，对，你按你眼前，你都上面了，你相反一样，对了，你下来，做得嘛？好，再来哦，你眼前慢慢地绕到上面来换，慢慢绕下，回中间，很好，再来上3、4、5、6，最后一次往下3、4，可以吗？非常好，大家做得非常棒哦。好，这个是第3个动作，现在要从头来复习咯。第1个动作是什么呢？双手握住，活动上半身往前绕。来咯，我们吐气4拍，2、3、4，绕到右方，绕到后方，慢慢绕到左方，往前。收回来，右左交换4次。好，我们从左边开始喽，前方，来到左片，来到上面，来到右片，前面，舒转来，再来右片来了，前，右片，后背，左片，前面，
轻后一刀左片来前面，左片，上面，右片，前面，梳转来，第一招动作做起来，我做听一招动作了。好，向右来侧身转方，左手扶住椅背咯。好，往先吐气放松。好，把你的右脚往后撑。 背部拉长，延长，看到天花板。4、3、2、1，收回。6、7、8，很好。再来3、4、5、6、7，收回。2、3、4，还有2次哦，加油哦！来了，轻后2度，强强的往上看。好，梳转来。 4拍，轻后一度，4、3、2、1，慢慢收回。7、8，右片走腿，走哪？走左片，嘿啦，然后才会右左才会平衡哦。好，一样，我们先吐气收回下来，左脚往后撑的时候，带起你的身体往上看。2、3、4，收回。7、8，加油，来第2次。 慢慢收回来，很好。3、2、3、4，收回中间。哎，轻后一度，2、3、4，收回中间，很好。听一招动作，做起来。轻后一招动作，你眼前呢？搞什么改？原地踏步。好，等后来了。1、2、3、4，样慢慢往上退。2、3、4，慢慢往下。 做4度就好，加油哦！5、6、7，回2，还有2度，加油来！右片左片，右片左片，你眼前，右片左片，你眼前，轻后一度往上，加油加油，往上来！5、6、7，回中间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。 今日的动作就做到鸦片了，下次再见了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